口罩、手套戴紧紧，药师全副武装，手动抽取化疗药品。传统的调配方式有着极高危险性。如今奇美医院与群创光电联手，成功研发智能化疗调配机器手臂。怎么样？入针，然后抽药的时候不会让药品喷洒出来。那如果是机器调配的话，基本上药师就不用担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那在我们这一台机器的引进之后，它大概是覆盖全院处方的70%。那就是12种的化疗药品，那节省人力上面大概是30% 以上的人力。那当然这是在一台的状况之下。这台机器配备精密的计量系统以及智能调配软体，采用多重药品辨识技术，能够精确核对各种药品成分和剂量，减少浪费。且系统可与院内的医嘱系统连结，确保治疗品质。AI 你人生就袂悲哀，我如何用 AI 来帮助医师，这也符合我们赖总统的健康台湾、守护台湾。而且机器设备是台湾本地做的，所以我们的韧性服务24小时服务奇美医院。这个成功是已经成功落地，我们现在已经实施了1000例以上，那么精确率就是100%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这个落地的成功，可以带来在台南这个医材的制造南科产业园区的一个成功。这也是台湾第一台国产智能化疗调配机器手臂，要价2400万，目前成功调配1000笔化疗处方。奇美医院引进自动化设备，减轻药师的工作负荷量，将病人服务效益发挥到最大。记者收怀台的报道。